弥勒救苦真经。那等本宣讲师他上线。知婷、石飞，我是淑萍。那个婉萱应该有跟你说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讯息。今天我跟他对调。哦，可是本宣上面没有啊，本宣没有说他应该是私下传给你的，不是传在群组。有群组有传，然后有看到。群组有传吗？好，感谢慈悲。好，慈悲。那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顶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那今天由学习导读，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地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
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关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请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将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延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中，驾当来大战。婴儿刹女常持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领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喜乳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参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冤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，南北2极连中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莲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空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请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
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稷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州。来往照下真众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生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寺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训，稳圆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3000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红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悲咒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审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引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请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稷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州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
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，一叩，再叩三叩，四叩五叩，六叩七叩，八叩九叩，十叩首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报出自己的姓名。弟子赵超明，姓女刘淑萍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郭秋兰前贤，回向于郭秋兰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调节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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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今天后学导读到此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谢谢收听前贤导读哦，谢谢，也谢谢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，谢谢，晚安。谢谢，谢谢前贤慈悲，感恩，谢谢，感恩护前人，感恩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领任，各位前贤哦，各位坛主讲师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哦，优秀的前贤晚安哦。好，各位前贤晚安，领任，晚安，晚安。事情拜拜。拜拜。有事情前贤，拜拜。再见了，前贤们晚安。